觀眾好，近期三甲上名率高嘅練馬師係方嘉柏、沈集成、姚本輝、蔡約翰同埋呂健威，分別都有42%至到35%。三甲成功率較高嘅騎師係潘頓、莫雷拉、艾少禮、袁幸耀同周俊樂，分別係由43至到29%。練馬師勝率次序係丁冠豪、方嘉柏、姚本輝、廖康銘同埋賀賢，分別都有15%至到12%。勝率嘅高嘅騎師係莫雷拉、潘頓、艾少禮、袁幸耀、布浩榮，分別係25至到13%。泥地1650米勝出率比較高嘅係沈集成、廖康銘，騎師就係霍宏星同莫雷拉。草地1200米係方嘉柏，騎師係潘頓同莫雷拉。灣日賽賽事11場，9草2泥，草地包括1000、1200、1400同埋2000，泥地係1650米，班次係1345班，預計係好地賽道使用 B 跑道。講返練馬師王開飛大熱門蔡約翰4.5倍，方嘉柏7倍，廖康銘同埋沈集成都係8倍，計福特7倍，其他都有10倍或者以上。蔡約翰有安可星際快車同埋一世美麗等熱門，而方嘉柏、廖康銘同埋沈集成都有1兩隻熱門，貴福特有2隻熱門，無偉傑就有百勝金龍、魔術控制2隻比較熱，呂健威都有實力馬，包括哈羅威、勁勇黃區同埋做好自己等。騎師王開飛、潘頓大熱 2.1， 布文6倍，前大灣都有6倍，其他就係10倍或者以上。介紹布文同埋或者奧爾文，佢哋手上都有幾好嘅實力馬。跟住精選場次係第8場，第一班1000米，7號魔術控制上次演出比較好，已經恢復水準，可以贏位兼頭。配腳係4號嘅顏石之王同埋5號賢者無敵。另外精選場次9場，第3班泥地1650米，13號勁勇黃區，美國馬後上經常可以橫掃，今次改配金城江泥地非常之好，可以信賴。配腳揀6號川河耀區同埋11號電信巴打。最後練馬師王介紹嘅係呂健威同埋無偉傑，騎師王係布文。精選場次係8場7號魔術控制同埋9場13號勁勇黃區。多謝收睇。